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南方澳仔长桥以外，互大家料想未到，旧桥安全问题，搁一届引起大家注意。其中台北市就有307条桥，其中就有这个建国高架桥、旧宽南高架桥，当地人的强度无够6级。另外，民权大桥的桥条规嘛塌落去差不多30多公分。市长郭文德下早针对着台北市桥的安全问题接受访问，咱做伙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说明。细节这个让公务局回答。不过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每2年会做一次调查，那按照调查结果再去做补强。不过好像你讲的那个民权大桥有呈现30公分嘛，好像这个月才报告会出，最后那个检查报告才会出来。细节应该等新公处去发布新闻稿。那还要再等报告会太慢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是我就是按部就班的，反正就是他每2年调查一次，就按照调查结果再处理嘛。常常这个都是，当然有调查都没处理才会这样的。如果按照 SK9 在跑，但确实在做，不太会出问题。像你昨天第一时间听到那个是雅兴设计的那个桥梁，导游比较惊讶，因为他好像也承包很多北市的一些大型工程，不是说因业费少，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工程，再去做一些更详细的检讨跟审查。通常其实像这种事情我倒觉得出事情不一定是盖的人出什么问题嘛，通常是还是，其实我们如果是台北市政府标准作业，我们会做 RCA 的 root cause analysis 根本原因分析嘛，就把整个事件发生，然后调查前面的资料，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具下的，通常是这样的，工程界你知道，如果已经行之有年，工程跟医学一样，甚至比医学更久，意思是说这已经几百年的东西，一定有标准的 SOP 嘛，所以通常是有 SOP 没有彻底遵守的。